6樓竟然就可以過關，去到澳門家門就係國門啊！呢度30萬就可以輕鬆攞低橫琴口岸上蓋嘅70年住宅，喺屋企望出去就係一線嘅河景、高爾夫球場以及銀河芭利啊，全部都可以睇得到一線嘅澳門繁華夜景啊！喺屋企全部都可以睇晒，真係非常之唔錯，而且仲係70年嘅產權，你可以註冊公司，可以俾小朋友讀書，可以1000多人去到澳門，仲可以享受橫琴嘅一切福利，真係非常之唔錯。90個平方單呢個客廳已經去到50個平方米啦，但係咧呢個使用率就有啲低啦。去到差唔多70左右%嘅一個使用率，但係佢係橫琴口岸上蓋喎，呢個人流量咧同埋呢個流通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門口帶咗一個玄關嘅位置俾到你，乾濕分離嘅洗手間都係做咗嘅，非常之 OK 啊！30萬輕鬆做業主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，發你全圖資料。